換液洗頭水，頭髮都好立。如果你有呢個問題，記得睇到落片尾。話面簡單去油嘅洗頭水，點解洗極都仲咁立？有5樣嘢可以幫你解決呢個問題。第一，你洗頭時間會唔會用好熱嘅水？如果你用好熱嘅水，令到毛囊過分乾淨，佢就會更加出得更加多油。第二，請問你洗頭時間有冇洗2次鹼？如果你洗得1次鹼，淨係洗得1次鹼裏面洗唔乾淨嘅頭油同埋頭髮嘅污垢，所以你必須要徹底洗2次鹼。第三，請問你有冇沖水沖得徹唔徹底乾淨？如果你沖水時間沖得唔夠乾淨，殘留啲洗頭水嘅頭髮同頭皮度，跟住你就抹乾佢，其實佢就自然會更加多油，因為未沖得咁乾淨。第四，洗完頭你有冇吹乾？有冇徹底吹乾？如果你唔徹底吹乾，頭髮搭頭髮就變一焗乾，就自然有細菌，更加會出得更加多油。第五，請問你食嘢平時會唔會食得好肥膩？如果你食得好肥膩嘅，毛囊咪更加多油咯。今日睇完我呢段片，如果以上5樣嘢你都做足嘅，揀啱洗頭水，我夠膽講你頭皮頭油會大大改善。如果你有頭髮頭皮嘅問題，隨時可以 COS 我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